像我这老家跟台湾其他老家无同款，我是起庙的师傅来起西洋楼。哎，现在这下面的偏口，偏口，哎，日本人就解释讲，啊，这唔是健康啦。健康啊！我来讲爱讲日本人讲的，因为这是在1919年、1918年的时阵，日本人管台湾的时阵啊，所起的厝。啊，另外你看我这起厝的型吼，你看这顶头有花瓣哦，花瓣就是平安呐。哦，瓶子，哎，居住平安。啊边啊遐有这个牡丹花啊，牡丹花是富贵花对，富贵花迄个花瓣顶头哦，富贵平安。哦。你看，迄巴洛克建筑，啊，毋过有咱庙的宫庙的迄文化。对啊，它就是复合式嘛，中西合璧。棒哦！啊，个哦，希望讲出来做好子孙哦，要有鱼啊，鱼啊顶头一个龙头有无？你过一个门吼，鱼有龙门。对啦，出好子孙的意思。出好子孙啦。哦哎，你也可以当导游了呢。所以，咱台湾人来行这个阮大家老家吼，足亲切的。哎，这阮庙内底的物件，你看迄条仔骹。条珠呢，咱庙才有的呢。伊这个下半段哦，拢是咱庙的，啊顶头才是西洋的。啊，所以阮家下底哦，中西合璧。伊不管外国的文化，还是倒伊啊文化，到咱遮来吼，变成咱的文化。变做阮的。阿伯，我甲你讲，阮遮大家老家吼，拢去抓宝。哈？你莫甲伊讲抓宝。我感觉你无闹亏哦，人 BBC 拢有访问过。啊，我无插地的啦，阮抓宝你看吼，顶头哦。这只啦，哦，这个龙头有像暴鲤龙，你要暴鲤龙，对。哇，直接欢迎。对，啊，还有这只三只卡呀，香酥，这个九级啦，九级啊，要香。我这里要学英文名呢，因为较水嘞吼，应该就是妙蛙种子啊。哎，你过来录影。是嘞，对，你们这里啊，我这里算命哦。哎，你看，咱若考命食免费吼。哦，啊，你这样咧，吼，你安尼来。有影，有影，哎呀，叫啊！你讲真少哎！哎，你真乖嘞！哎，老大人拢都听好的。啊，我人找你算命，你这桩看无去啊？哎，对，哎，这叫是啥物？达文西瓜，达文西咧卖西瓜啦。达文西瓜是什么？咱讲河洛话吼，河洛话一个音吼，我做达文西瓜嘛。什么达文西瓜？你念较紧就是台湾西瓜啦。啊有啦，伊咧卖西瓜啦。哇！哎，多肉植物，哎，这是豆秋汤嘞，这小香的。小样。啊，讲挂背啊，挂掉安怎受伤，拢会当用。好，啊，这个好啊。订购机啦，订购机。应该弄呢。来，照顾我上好。不过我弄来。去看嘛是。其实我袂晓咧，我来。看呢。哎，你唔通讲看了呢？噔噔。哎，赞。哎，天上海海，你那什么啊？你了解啊，这是无啥，老实讲啦。你有看无？照顾我上这啊。这人啊，你做到嘞？机啊，好来。上这那个当点。哎呦，哎呀，过鸡了。你哪里帮你洗班牙？好了，这个太难了。我哪里实在是有够爽，来，说你几杯几杯。好，我敲啊，别来啊。哦，再见，来。很难呢，要不定啊。你看人背啊，正面对面都会晓。哎，这什么那么难呐？后来阮大家这个。哦，来啊！我应该会晓啦，大家囡仔袂晓啦，袂晓。没有真少，真大条啊，算较文雅，吼，你看吼，安尼好落。啊，好看是安尼啦，你看吼，看。哇！哎呦！是讲慢慢来。哇！先生，你太臭屁了！你讲这个咱来，你很喜欢这个，安尼是定啦，吼。但是你一度是安尼啦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若是迄个正手，缩都袂起来。安尼吼，你用倒手箍啦，哦，倒手箍啦，正手才会当皮啦。来，甲填起去，头前3厘较大力的，缩完啦。啊，你后壁轻轻走就好啊。啊，我知啊，我就是这部出的啦。你当会胖才来讲啊。较轻松的吼 ，relax。好 relax， 啊 relax。啊，嗨出去，嗨出去。倒手，搁一个。
来给他较紧的。耶！是。接下来拍谁？谢谢。哎，这样可以吃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嘞！还好。哎！哦，哇！赞！来，这个梳妆台，我来介绍你有这个物件，你阿妈的。阮家底吼，总是有人诶厝啊要翻啊啥啦要拆有啊。要拆啊，一个阿嬷就甲这个一直拖，迄拖袂叮当嘛。讲要拖去烧掉啦。啊，我就讲去看，我阿嬷，这莫烧啦，我就摕5000块，阿嬷5000块。吼，啊，我替你去烧。尾啊吼，啊，我迄个阿嬷吼，伊少年时是三宝。哦，啊，伊拖啊，顶头物件恁两个，我讲啊，这顶头啥物件啊？时钟啦，啊，我三宝啊，啊有诶2点要洗，啊有诶是5点要洗，我才存2粒，德国制造啦。但那时间到。啊，时间到那也无当。讲到你，来讲啊！哎，嘛无介大声的啦。我存时间较短者，莫安尼学伊头讲到尾头免讲。啊，我袂晓用。啊，这有一粒这吼。哎，迄是啥物啊？迄人迄教授讲吼，哎呦，是大正年间的哦，1911年甲1925年左右啊，这嘛超过100年啊。所以伊用这个一粒，这个算讲民国几年？哎，这个超过100。阮在地的这个家具啦，啊，所以阮在地就甲留起来。我大家看讲啊，阮大家有这安尼的功夫甲艺术，安就好啊。这哦，阮大家社头。啊，你嘛社头物件？有当时因为行的时阵哦，行喺田中央呢。啊？为什么？迄个圣帝君出来出巡啊，就讲田中带一个人，伊嘛要行到到。因为是人爱照顾。家户户我拢爱行到。我定去翕相去田中翕啊，你看就感动。对。啊，所以阮加减拢有人。为啥拢做呢？我叫老祖。老祖就是关圣帝君。啊？阮在真的人。不是要讲那叫什么？圣帝呀，圣帝公。关圣帝君、圣帝阿公，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吼，真正在真的人吼，老祖生日的，老祖就听捌啦，哎，讲得足亲切的呀。对啊，老祖老祖。真的，那叫你跟我说背啊，对啊，就是一种很亲切的称呼了。我来看看呀，看看有啥物啊？来过来看来对。哦。大肠包小肠，你今晚准备吃？加。你今晚要吃吗？肉米汤，还有米汤。我想吃贝多。